祥物。咱今晚要送的是翁来相手上就，是翁来，就好正玉生六，翁来，姚正玉，姚正玉，正玉，姚正玉，东山姚正玉，谢谢分享感谢。来。我们谢谢我们郑旅行理事长，一共时间的关系，卖我乡亲以及大家和联络和你过来，好，大家谢谢，感谢。咱今麦过来邀请的就是咱的地方耆老，咱庄成义小女士啊，怀胜。我们的怀胜，最后亲像是咱的长辈，福气的长辈，咱的正玉正业怎么讲拢做会过？咱的长辈要来上交的是咱的这个平安哥，平安哥个大蒜哦，啊，叫伊割票来动算吼，是高蒜。啊，你讲，好来，双手上就是高蒜，为你靠命好日子，来，是。平安哥加算呐，咱祝福为您拍拼，好日子。姚正玉，动算，姚正玉，动算，正玉，姚正玉，动算，姚正玉。谢谢会长大家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他们来感谢。还是你哦，小心小心。谢谢。再来邀请咱台南囡仔，嘛是勇敢的政教，咱的。前立法委员，那是咱的政务委员，前政务委员高世博阿婆啊！来欢迎，请阿婆啊，车马来的，马上来，马到成功。来，我们世博委员相手上就，相手上就，马到成功。基管之处，正玉竞选马到成功。来，姚正玉，动算，姚正玉，动算，正玉，姚正玉，动算，姚正玉。谢谢。咱请咱台南囡仔，也是咱真优秀的阿婆啊，来甲咱祝福几句话。咱在场吼，两位候选人。咱正义先生，在场有咱王宏伟议员，有咱林彦祖议员，搁在场真侪咱新营区的长辈时代，在场咱真侪爱护姚正义的乡亲，在场所有咱姚正义的好朋友，大家好，咱大家共同来支持咱白河的查某囝姚正义，大家讲好，好，姚正义。姚正玉，动算，正义，动算。今仔日国庆日吼，咱结果姚正玉确诊吼，我拄好想到今仔日国庆日，咱台湾最近加起了世界第一啦，这不是好代志呢。最近咱台湾确诊率即马世界第一啦，所以你讲即马。咱这个政府对咱台湾开始，咱来甲往后调，敢好？好，咱来甲往后调，敢好？好。若要甲政府往后调，咱就要对市政府含市议会来做下去。我含姚正玉熟悉20档，我第一届咧选举的时阵，我搁新人的时阵，姚正玉迄阵已经是资深的记者。我要问台人真侪市情的问题，我第一个要想着讲，来问这个正义吼，伊应该是非常内行啦。结果20档以后啦，我讲啊，你家己变做一个新人要选举吼，咱讲政治啦，新人有新人的好处啦，老将有老将的优势啦，真少人新人的优点。老将的优势，两项拢有真少，但是咱正义拄好是一个有新人的优点，嘛有老将的优势啦。我简单甲大家报告，新人的枪溃，大家讲咱正义第一届出来选举，白河的查某囝，第一届为大家服务，
咱互伊入去市会做咱新人议员，大家讲敢无？好，大家讲敢无？好，新人哦，优点有啦，但是缺点是安怎？无够内行啦。通常都要学一个会期啦，开慢慢内行啦。但是郑宇无这个问题哦，郑宇入去议会，甲大家保证马上上手啦，因为伊是市政非常内行的大记者，大家讲敢对？有，安尼来甲郑宇送入去市会，为咱监督市政，大家讲敢无？好，今仔拄好风威有来吼，咱伫咱台南新营地区培养一个咱白河的查某囝，咱培养一个